人總係會失去咗先會珍惜，正如好似好多瀕臨結業嘅老店，北角新光戲院最後日子嘅人頭湧湧，只係成為咗一兩日嘅新聞焦點。從此一段歷史，一個地標故事，就係咁樣喺城市裏邊煙消雲散。連城巴公司呢，亦都極速將嗰個地方嘅巴士站改名，由原來嘅新光戲院英皇道站同埋新光戲院書局街站改咗名，刪咗新光戲院4個字。新名對外地遊客當然係更清晰嘅指示啦，但係對當地嘅街坊嚟講呢，就係一種講唔出嘅失落。從前坐小巴去銅鑼灣，好多人呢都會同司機講話大院有落，但係儘管大院其實已經結業好多年啦。從前我住嗰區有一家日資百貨叫做800伴，縱使而家已經由另外一間超市取代咗好多年，但我媽媽呢仍然叫嗰個位置做800伴。或者呢啲就係街坊對佢住嘅地方嘅風景嘅集體回憶。我唔係住喺北角，我甚至唔係港島人，好少去新光睇電影。但係作為一家有53年歷史嘅戲院，新光呈現嘅呢就係從前大戲院嘅盛況，可以俾下一代感受下時光倒流，俾外來人走入去歷史嘅隧道。日本古城京都嘅市中心有一座96年歷史嘅建築物，叫做南座。佢係日本著名嘅歌舞伎表演場。2018年，當地嘅政府將劇院加固翻新完畢，而家嗰度仍然有歌舞伎表演，再加多一啲現代嘅戲劇、音樂會等等。每個夜晚，成棟京都南座劇院都會着晒燈，成為咗遊客好鍾意嘅拍攝地標，令到古城增添一份歷史嘅氣息。英國倫敦亦都有一家118年歷史嘅皇后劇院，到而家仍然係每晚上演歌劇《悲慘世界》。皇后劇院係呢一套世界名劇嘅專屬演出劇院，獨沽一味，晚晚就係做《悲慘世界》，做足21年，但係就場場爆滿，一票難求。當然，北角新光戲院同京都南座劇院嘅宏偉建築，同倫敦皇后劇院嘅歷史悠久比較，仲有一段距離。但係作為城市最後一座碩果僅存嘅大戲院，如果能夠將新光好好咁保存修飾，每晚着起懷舊嘅黃燈膽，上演一出永不褪色嘅帝女花或者係紫釵記，等觀眾玩下嗰個古老嘅磅重機，其實呢度一樣可以成為香港亮麗嘅懷舊地標。粵劇係香港最珍貴嘅文化藝術，旅遊唔一定只有影相打卡食買玩，旅遊亦都可以係一種沉浸嘅體驗。有人中意孭個背囊喺港九新界嗰度行山，亦都有人中意細味呢一度曾經風靡全球嘅演藝文化。點解我哋唔能夠打造一種去倫敦就要睇歌劇，去紐約就要睇場百老匯嘅旅遊風氣呢？嚟香港一定要睇一出粵劇，你識又好，唔識又好，都係一種對藝術嘅朝聖同體會。我就唔信每晚坐喺皇后劇院睇《悲慘世界》嘅觀眾個個都識歌劇，但係我就相信當中總有幾個睇完之後會覺得感動，從此成為咗歌劇迷。新光戲院本來就係一個最好嘅劇場，去等外來人同埋本地嘅年輕人去接觸粵劇、認識粵劇。可惜政府寧願保留幾個舊街市，都唔肯拯救呢個藝術寶地。更令人痛心嘅係，一個滿載中國文化嘅劇場，最後就落入咗西方教會手裏邊，從此成為咗傳教聖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倫敦皇后劇院俾中國佛教組織買咗落嚟，從此成為咗佛堂，你認為呢種事喺西方國家會唔會發生呢？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鈴鈴啊！多謝大家。